迎收听12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继续要来分享圣诞欢乐颂，兴起真光，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3到4章。神爱世人，世人却不爱神，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鬼灭之刃里面的宇髓天元，他出生在忍者家族，被当时的世人认为是已经不存在的忍者家族，但是其实他们仍然存在，而且他们很多的行动多是在暗处里行，在暗处里行，被当作工具人，甚至自己的命不太重要，是为了他人而活。让宇髓天元在成长的历程当中经历了很多黑暗的时刻。他原来有9个兄弟姐妹，但是就是因着他们是忍者家族，被当作工具人，为他人而活，在这过程中他失去了7个兄弟姐妹。在这过程他反思自己的生命，他不愿活得像个工具人，他想要活得怎么样呢？就想到后来很常讲的那句话，他想要活得华丽，于是他离开家族。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导师，或是开启他生命转向即使为他人而活，也可以活得华丽，活得有自信，活得有意义。他遇到了这个鬼杀队的主公产屋夫耀哉，他看见宇髓天元他生命中的需要，邀请他为他人而活，但是这是有意义的为他人而活，因为不愿意人被鬼来吃掉，所以他邀请宇髓天元参与在鬼杀队，成为这个鹰柱。因为宇髓天元后来也透过他的实力证明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在这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人他表面上让人家看起来蛮轻浮的不太正经的样子，可是他生命中其实有很清楚的优先顺序。第一个是他有3个妻子，这个3个妻子呢是他生命的第一个优先顺序。第二个是普通人，普通人意思就是不是鬼杀队的这些大家平凡老百姓，他为他们而活，而最后才是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表达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一个表面上跟里面不太一致，可是是一个做事很异常认真、给力，甚至愿意为人舍身的领袖。在圣诞节期当中，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华丽的节期，整个12月甚至到过年前，我们都会一直听到圣诞的这些歌曲一直在播放在贩卖华丽的感受。但其实表面虽然是这样，里面的我们深深的知道圣诞节它背后的意义，以及它要带出来的价值，是一个让人必须相当努力的过程。我们看见许多人的社群平台，看见店面商家，我们看见很多的地方，不管是布置，不管是音乐，不管是活动，好像都在围绕圣诞节期，特别是在教会，在各地的教会，我们看见社群平台都播好多的活动为了是什么呢？这个努力，这个非常认真努力的过程，是因为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成为真光，他来到世上降生为人，他要让人被他的真光来照耀，甚至让人在这真光中好像被光照也折射光，在各处被兴起，使在暗处的人就好像宇髓天元在暗处生活很久的一段时间，但他愿意，他渴望光明的时候，真的那个光就要来照耀他。即使我们不渴望，其实光照还是在那里，他还是愿意来光照你。当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就要从黑暗走向光明，充满盼望。今天的经文就讲到，当尼希米他领受了这样的光，
这个光是从上帝而来，光照在他的身上，他改变了，他回应了，他甚至成为领袖，他邀请在这个耶路撒冷地区，不管你是本族外族，只要你愿意一起来重建城墙，只要你愿意一起来重建上帝的心意，就一起来吧，一起被兴起吧。就在那里，第4章我们看到许多的人，他们就被兴起，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从自己的生命开始被兴起，从自己的家中开始被兴起，然后整个团队，整个耶路撒冷就被兴起了。但在那过程当中，也像我们看到的第4章，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有些黑暗，它好像被光照，可是怎么又回来找我们呢？是因为没有被照透吗？是因为没有被照遍吗？就是整个光照了整个遍地都是这样，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当光来的时候，黑暗是不会存在的，因为不是因为有黑暗存在，而是因为那个黑暗没有被光照到。当圣诞来临的时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刻到了的时候，其实回到创世纪，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说有光就有光，就将那个光和暗分别了。那个光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影响照耀。但人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害怕光的，我们要进入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心里可能愿意，可我们肉体却过不去。但是在这当中，上帝深知人的软弱，我们好像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愿意不愿意，很多的要不要，很多的可能跟不可能。所以上帝差派他独生爱子的降生，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他赦免的，我们是被他拯救的，我们是可以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真光，与他和好的。耶稣的真光就在我们相信的时候，扫除我们内心那些黑暗，扫除我们与上帝隔绝的黑暗。因为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也好像今天 RPG 的经文另外一个版本，他这样说，耶稣又对大家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走。我们的生命在黑暗中吗？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突破那个黑暗吗？我们的生命希望可以折射出光来照耀别人吗？在今天圣诞节，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真光已经来到，照亮黑暗之处。我愿意领受这光，折射这不会消失的光，也要在这当中经历光来到意想不到的温暖和惊喜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来到世上。每一年我们在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是不仅是纪念，更是再一次领受耶稣你的光，你的光照亮我生命的每一处。你也让我领受这光之后，知道我不是孤单一个人，知道我是有光的温暖，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好像尼西米这个团队当时遇到挑战的时候，但他们来寻求你，一边拿兵器，一边继续建造城墙。好像在那挣扎跟那个窘迫跟那个压力当中，却是有一股光照亮我们的生命，照耀我们心中那个盼望，以及让我们生命温暖起来。主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尼西米的见证是让人的生命感到惊喜的。原来一个酒政竟然可以成为建造城墙的领袖，原来一个在最终失落的人，却因着
我们愿意回转向你，重建城墙。我们好像是被兴起的真光一样，我们就在那当中变得有能力，不仅是防卫，还有能力继续建造，甚至有能力来攻击。因为我们知道仇敌他欺骗我们，却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从你来的光。主啊，也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生命中一些需要挣扎跟挑战的时候，甚至我们正在经历那仇敌攻击的时候，主，我们要来领受你的光，我们要活在光中，我们要行走在光照耀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主你完全的保护，有主你完全的医治，也有主你完全的爱和温暖与我们同行。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降生，带来我们生命永恒的盼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可能有许多的挑战，但是在这圣诞节，耶稣更是要告诉你，我为你而来，我的光要照耀你，要与你同在，要让你知道前路如何继续走下去。我是思倩牧师，圣诞快乐，我们明天见。